白旗绿旗哦，升起来。麻烦下面的大朋友小朋友帮我看一下哦，做一下裁判，看谁有做错哦。面对前面，面对前面，面对前面哦，然后再来红旗不要降，不要降，红旗不要降，意思就是红旗要拿起来，红旗不要降，就是红旗要拿起来哦。红旗要拿高哦，哎，红旗不要降，就是拿高高哦。哎，绿旗降下来，绿旗降下来，绿旗降下来，可以哈，可以了吗？可以熟悉这个游戏规则吗？好，那请全部都放下来，全部放下来，再开一点，可以哈。好，我要开始讲了哦，请大家帮我看哦。请问一下，美丽的玉婷妹妹，他们有几次错误的机会？2次，2次就要被罚了吗？2次就把旗子还给我，然后找一下嘉义老师。？OK。OK 哦，好了，开始喽，仔细听哦，下面的小朋友仔细看哦。看不错。好，开始，白旗绿旗升起来，哇，好厉害！红旗不要降，绿旗降下来，哇，怎么都没错啊蓝旗升起来，蓝旗蓝旗升起来，蓝旗升起来，然后白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。这位哥哥，你丑一了哦。好，继续。好了，我要加油，请大家再仔细帮我看哦。如果发现什么错误了，帮我笑一下，好，就知道了。好，开始哦，继续哦。绿旗不要降，绿旗不要降。哥哥，你嘛丑一啊？哦。好，继续。白旗蓝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不要降。好厉害哦！绿旗白旗升起来，红旗白旗升起来，有红，绿旗不要降，蓝旗升起来，绿旗降下来，蓝旗红旗降下来，白旗不要升。他慢了0.5秒，可不可以？可以了哈，那你头一不算。好，继续哦。好，请继续哦，加油！绿旗升起来，白旗升起来，蓝旗白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红旗蓝旗这好像是狗狗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对。狗狗，你的旗子不好意思啦，我先收起来。阿晴跟我来，我们批示密谈，好，来，请回座，谢谢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喽。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，红旗蓝旗不要升。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红旗降下来，白旗升起来。这几个全部都丑一啊，有红旗全部丑一啊。丑一，对丑一，哦，怎么这么多丑一啊？这种环节啊。好了，哎，来，我们等一下玉婷姐姐，我们先给他们家鼓励哈，他们很厉害的，厉害哦来鼓励一下。好，有信心了哈，来预备了哈，好，继续速喽。度快了哈。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红旗降下来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红旗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蓝旗红旗降下来，蓝旗不要升。狗狗，我们也批示密谈一下。给他一个掌声。来，过来一点点，我过来一点点。自己有没有这手太厉害了吧！现在丑二了，啊，那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批示也是密谈。哎呦喂，妈妈大义灭亲不是我的问题。好，来过来。你用饼干灭它。好，加油！来继续喽。蓝旗不要升，红旗不要降，白旗要放下。绿旗蓝旗升起来，全部不要升。
蓝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降，白旗升起来。哎，对了，这样是陷害人。好，然后继续哦。白旗升起来，绿旗不要升，红旗蓝旗不要升，白旗升起来，绿旗升起来，白旗降下来，红旗升起来，绿旗蓝旗降下来，红旗降下来，全部不要升。